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主场迎战迈阿密热火，第4节结束两队平手打入延长赛。暴龙后卫葛林在延长赛扮演关键角色，砍下7分，全场夺得21分，帮助球队以117比109击败热火。除了葛林 Danny Green 扮演制胜功臣，暴龙前锋西亚坎 Pascal Siakam 也缴出23分、10篮板的优异表现，队友鲍尔 Norman Powell 同样拿下23分。暴龙队台裔好手林书豪今天没有上场机会，整场比赛坐足冷板凳。暴龙本季4度对战热火取得全胜，目前热火想晋级季后赛的希望岌岌可危。已经确定能晋级季后赛的暴龙今天获胜后，例行赛战绩来到57胜24败，东区联盟排名第2。热火战绩则是38胜42败，东区联盟排名第9。